报道学台语，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25集102条。木胜区比赛时阵，每一个选手拢希望真紧就甲对手摸回倒。拳击赛时，每一位选手都希望很快就能把对手击倒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摸，第二读做摸，第三字读做精，第四字读做杀。122条，单甘蔗的技术真好，就是他砍甘蔗的技术一流。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扯，第二字带，第三字扑，第四字站。123条，无代志的时阵，伊上爱牵石头，就是没事的时候，他喜欢扔石头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结，第二字读做牵，第三字读做弹，第四字读做顶。124条，鸭卵蛋过溪看破，就是把鸡蛋丢过溪，破掉是必然的，比喻对事情看开了，不再有挂碍，或是无奈而顺其自然的去做某件事。下面有4字要选哈，咱第一字这字读做顶，第二字读做弹，第三字读做牵，第四字读做结。125条，伊今仔日真福气，伫路捡到钱，他今天够幸运，在路上捡到钱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一字读做看，第二字读做捡，第三字读做摕，嘛会使读做摕啦，第四字读做杀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